树林乡水源国小舞蹈队于111年3月25日参与全国学生舞蹈比赛，以太鲁阁族舞马不得不数拉给成年礼，获得评审94.3分的成绩，荣获特优第一，达成5连霸战国。那时候有勉励你们，觉得希望你们在比赛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回来，但是你们真的不负众望。还是一样，而且还5连霸了。你们练舞也很辛苦，那一个动作其实都要花很多的时间，要达成一样的那个动作跟时间是非常不容易哈。那在这里再次的恭喜大家，谢谢。树林乡长玫瑰高兴地表示，本所非常支持乡内学校参与全国各项赛事，连续5年挹注各参赛队伍训练或赛务支出。而水源国小每年都代表着我们树林乡在全国赛事连战皆捷，公所特别致赠麦当劳餐盒，慰劳师生的辛劳，希望而后能够持续为树林乡争取更高的荣誉。树林乡公所美宣组，好。秀林乡的 Line@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